但是你你这种的些就干的人话呗，那的消费员咯，才的，消费员咯是的，干的个钱的方法的那边人的还讲究给钱不当，年度钱不，然后说这个厂家话那边把这个话登记的吧的，这个有的讲了，你不得。咱的消防的干的那个全部的那边呢，俺说了他独把当这个牛毛把当这些毛毛这个这边讲真正俺说厂家买出来的，这些人的讲了，你不得咱那个独把消防这样的给全部去查了的。给记者说，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参会的部分。那参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持。那为什么参会是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学佛，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是我们要成佛。可是50以来，我们就是现在还是这样的，没有成佛。那为什么没有成佛呢？因为我们没有消除业障，我们有种种的大。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忏悔这个我们的业障。当你忏悔这个我们的有下来呢，第一个道理他都切中家里这个人呢，都是消化的东西，你当然了，这个有啊的，然后这个还讲个这个这些呢，这个干的那边呢，那是太没劲的，他讲的这个比较可太细节的，他消化过的这样的出来送过来。因为忏悔就可以亲近就所有的一些罪恶，那所有的罪恶当中最严重的罪恶是无间罪，这样无间罪我们就是用那个忏悔的方式可以提醒。在这样些满天把样用过的，是到马拉大卫呢，对半到八的，是让你那个几个月嘛的，也那样，当看这边的啦，我们了这个西藏的，咖喱松药的那位呢，刚性问题方面解决上，心理保障担保的解决样，那个真是那个南边的高松充电的些零松药的，这咖喱松药的那位呢，他讲的我们报没保障。但是这个都把他钱把少这样看的，跟这个他们跟历史这样看，跟着人家人那样，和消费个多个人民厂家这里这些这个国内三个的，他这个都把你他把你看有。那就其实这个无间罪，这个能不能完全就是那个消除的？那个用忏悔的方式可不可以完全消除？那这个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有部的那个他们的怎么说主张来看的话呢，那不完全认为是忏悔完全这个能够消除这个无间罪的这个，可是用中根应成派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就那个罗素菩萨认为是无间罪这样的种罪饥饿最重恶计嘛，是这样的。最大恶计就是这样也可以能够消除，所以那个就是有一个站在国民那个他所写的不是那个龙树菩萨他所写的那个《清幽术》里面也说，先是水方以后若盖全修，犹如云
一楚两小度明月，孙塔洛能塔，应吉利摩罗，大哈大舍其母甲翻恶解成神，就是这样。인제 다 단다가 가오 다 손창데 시에서도 리리리 라전가 고 만다리 남타 당치바 잡나 뭐고요래 대인디 다나스 저당의 샤파야 되게 첨보인디 그 돈도 다도 돈도 지나 되게 첨보인 그냥 땅단다 리몬의 쇼고 마음도 다들 나한테 자식 것이었나 네 가서도 뭐라 자료로 담아내 대인디 되게 제일 최당 되겠지. 那这个能够消除的，就是龙树菩萨也应用了一些经典里面的一些例子，那这些他们的那个本身传，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佛陀在世的时候的王子啊之类的，那这些我们大部分就写在这个书本上。如果我们一个一个要讲出来的话，就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小法庭了，真的你不得过。那他我这个样嘛的，对想法这样，过了这个下去了，这个年不都不晓得都下不回来的，这人就讲了，他这样年不都不晓得这拉个人呢，他讲忙不得的，他登记多，那么登记没多，他你话你这个会多，他对了的话，他这些老，他查询协助程度的，现在那协助登记程度，他的。那就像那样的但那个多批参与过的小伙计多的。因为其实是我们刚刚讲的一样的，忏悔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就是消除业障的方式，但是它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而是如果你要忏悔要用标准的那个在做忏悔的话呢，需要4个条件来做忏悔。那4个条件就是不对治、4对治，可以这样分。登记做4对治力，透过4力来。透过4力来忏悔。对，他登记人这个第一步的小动几百人呢，小动的还讲到那个开了瓦当，他想把第一个套呢，当我们这个。做出这个不管前期、中期，汤嘛，老板对当然是打卡的我先把这里买的打上去就那个你是这个查询设备个套呢，双向就带他等啊，这边把结果的。那我们就是能够做那个透过视力或者是那个对治力也对治力，是对治力的方式，就是做忏悔的话呢。这样的那个忏悔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对的，他第一那的多三个他这个先把他那的这个再把他的多第三这个送过来，但你的节制也让不一样了。